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 Johnny Fox。好，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3月9號啦。好啦，今日係星期一，繼續嚟到星期一啦。我哋要同大家將國際局勢仲有伊朗而家嘅情況最新嘅消息同大家詳細係分析噶。好啦，截至我哋呢一節節目為止咁而家就係話呢一個係伊朗神棍政權有一個係叫做88人嘅教士係團隊噶，要透過呢一個係88人嘅組織，係將最新嘅最高領袖選出嚟噶。根據而家已經知道嘅資料，最新被選出嚟嘅最高領袖，正係呢一個哈梅內伊個仔叫做穆傑塔巴噶。將會成為伊朗嘅最新嘅最高領袖。好啦，而根據資料顯示噶，呢個哈梅內伊個兒女總共係有6個人噶，有4個仔2個女。個問題又嚟啦，咁到底而家係哈梅內伊個仔繼承呢個叫最高領袖嘅位置，到底能夠維持幾耐呢？徹底係有問題。因為我哋知道而家大多數嘅伊朗嘅最高級別嘅官員幾乎全部清一色係俾呢一個係美國仲有以色列係送去見真主噶。如果唔係嘅都唔會出現咗係而家嘅分裂，仲有矛盾仲有伊朗嘅國策徹底不明，就係因為而家係冇人係能夠話到事。好啦，再同一時間噶，以色列亦都揚言噶，就係任何哈梅內伊嘅所有嘅繼任人，包括有份係推舉再任命嘅人，全部以色列都話要送去見上帝噶。好啦，消息亦都流傳住噶，就話呢一個叫88人嘅教士團隊就係當然唔夠膽約埋一齊開會啦。而佢哋選擇係用呢一個Zoom 係開會，喺線上討論點樣選新領袖，揀邊個。好啦，應該係事實嚟噶，因為如果再喺而家走去約埋一齊開會，即係話邀請美國有以色列係定點消除咁就蠢到不得了噶。好啦，所以佢哋而家個狀態就係基本上等於變咗好似係恐怖組織同恐怖分子一樣噶，只能夠匿喺係地下碉堡唔夠膽係走出嚟。好啦，地下碉堡亦都未必安全噶，因為其實美國同以色列都有專係對付係碉堡嘅武器。而且一個國家嘅領導人點能夠長期係匿喺個碉堡裏邊嘅呢？咁你同阿爾蓋達組織有乜分別呢？變成咗拉登。好啦，而且即使呢一個拉登亦都到最終亦都死喺呢一個係美軍嘅手上邊。好啦，而伊朗呢個國家冇可能長期變成咗係地下司令部噶，更何況就算你匿埋咗，都唔代表揾唔到你因為你有指揮就會有情報你有情報能夠慢慢追蹤。咁因此啦雖然話就話而家係哈梅內伊個仔做繼任人噶，佢能夠做到幾耐根本冇人知。而且以色列國防部亦都係講到明係一定要追呢一個繼任人係追到天腳底噶啦。而我絕對相信呢個以色列絕對具備呢個能力。好啦，幾乎以色列話要消除嘅人真係100% 去咗見真主噶。咁所以而家話揾哈梅內伊個仔做繼任者，我真係好懷疑有乜作用噶。而且由於佢嘅身份等於變咗係公開咁即係話佢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嘅機會係大到不得了。而且亦都好視乎到底你而家伊朗係採取咩態度。好啦，而家主戰派應該係佔咗上風因為革命衛隊控制住好多嘅基地，仲有導彈發射裝置因此佢哋就變咗好似控制大局。咁因此如果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揀咗哈梅內伊個仔做繼任人，咁估計佢必須就不能夠變咗忽然之間出嚟係道歉仲有話唔再攻擊其他海灣國家噶必須變咗要主戰。好啦，如果佢主戰就意味住美國同以色列係必須係要將佢揾出嚟，即係話伊朗正式進入咗
係一個噩夢，係無論揾咩人做繼承人都會咧極大機會。我相信以色列講得咧就係100%噶啦，就算唔係100都99%機會被消除，跟住咧又要再揾咧繼任人，再重複多幾次之後就變咗冇人夠膽做噶啦，因為而家革命衛隊咧嘅指揮官大多數都捲款逃亡噶，你叫我鎮守睬你都傻，做得呢個位都係為咗咧攞着數噶，唔係為咗同美國係玩真的，平時叫陣就得。好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亦都咧喺較早之前咧發表視像講話噶，就話對呢個咧伊朗嘅行動將會咧係繼續，力度係毫不會減弱，亦都毫不妥協噶。好啦，咁亦都講到明咧係要解放呢個咧伊朗噶。我哋可以想象咁同得咧以色列作對，基本上咧等於好似咧其他中東咧嘅恐怖分子同組織咧一樣，淨係睇下哈馬斯知道幾咁大件事。雖然哈馬斯咧好似永遠都有繼任人，但係個問題佢同咧最初嘅權力相比，咁已經咧等於個權力咧轉移咗好多次噶啦。而如果係由以色列咧去主導呢一件事，咁恐怕咧佢會採取其他咧嘅軍事行動。目前呢個局勢對伊朗咧仍然相當之咧不利噶，因為佢嘅內部已經出現咗咧分裂，對於主戰同所謂主和而家咧根本咧就舉棋不定。好啦，而佢哋而家揀嘅所有繼任人咧都唔會係以色列同美國咧所接受嘅人嚟噶，因為今次成件事個源頭同伊朗嘅核問題無關，而係因為咧伊朗爆發全國性咧嘅示威，有大量嘅人咧犧牲。所以今次係擺明車馬，一個要咧推翻神棍政權咧嘅行動嚟噶。好啦，大家想象下啦，就好似咧如果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就係被咧係飛彈搞掂咗，咁到底會發生咩事呢？下邊會有好多人咧嘗試爭住上位噶，但係咧越係爭住上，越係快咧被消滅。好快咧個權力咧又開始咧轉移，已經原本嗰班人等於咧冇晒。咁跟住會發生咩事呢？跟住咧佢哋只能夠咧變成咗咧地下組織，變成咗同咧係巴勒斯坦嘅哈馬斯差唔多。哈馬斯班領導層一直咧其實就匿喺咧卡塔爾噶。好啦，伊朗咧更加咧係冇咗咁嘅退路。伊朗咧連卡塔爾仲有阿聯酋咧都攻擊，咁佢哋可以匿去邊呢？冇地方可以匿。咁搞法咧就係佢哋需要長期咧匿喺地底。佢哋亦都咧係冇辦法維持任何咧嘅外交噶。因此我哋可以斷定中國大陸咧將冇辦法同呢一個繼續苟延殘喘嘅神棍政權進行任何咧嘅邦交。恐怕咧中國大陸喺中東嘅影響力已經等於咧徹底咧消失噶。雖然仲有好多係藍絲同五毛，就係話咧伊朗未輸，輸嘅以色列同埋美國，但係大家諗下都知啦。如果你客觀睇下，中國大陸已經輸到咧係冇得剩噶啦。目前有消息顯示，中國大陸咧而家亦都咧狗急跳牆噶，需要咧係作出緊急支援係伊朗咧嘅決定。因為大家都知啦，明顯地伊朗嘅導彈已經射晒啦，而家根本唔係主唔主和嘅問題。你對外嘅策略就要睇下自己揸住咩牌，同你玩啤牌係一樣，唔係叫得大聲就可以玩到落去。伊朗而家根本咧嗰個導彈嘅庫存肯定係已經係去到谷底噶。好啦，恐怕伊朗嘅戰事仲會咧係延咗一段頗長嘅時間。我哋今節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請各位記得繼續節目撳 like， 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亦都請繼續打開我哋嘅節目清單，繼續欣賞播放。好，我哋今節時間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
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